湾俗语摕来谈，深色趣味是有内涵。欢迎收看《报道歌丁》，我是林显元。台湾俗语是咱祖先伫这个土地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智慧。报道歌丁就要用俗语带乡亲，咱做伙来去看咱台湾人的故事甲文化。有听过俗语伫咧讲吼，第一讲种甘蔗互会社帮，这是咧讲啥？这是咧描写着讲吼，伫日本时期啊，其实吼咱台湾有真侪制糖的产业吼，大部分是由这制糖的会社去控制。这制糖的会社吼，靠着政府的保护政策，用足价的价钱吼，去买咱农民真辛苦去种出来的甘蔗。大家吼对这种互人剥皮的这个感觉吼，感觉足无公平啦，会当算讲是一款剥削感啦吼，真无公平呢。所以讲吼，这个俗语就安尼产生，意思是讲吼，将这个甘蔗卖互会社，摕互会社去磅重吼，实在是真无巧的代志啦。有影呢，这个制糖吼是有影是咱台湾吼最重要的产业之一。但是呢，虽然讲吼台湾制糖真早，对荷兰统治台湾进前吼，咱台湾的原住民就知影讲安怎去种甘蔗来制糖啊。到底这个历史是安怎去发展呢？这个台湾吼曾经为糖业的王国，如果是安尼看的什么看的称呼才开始呢？咱吼先来了解这个部分，来去了解到复杂又个丰富的台湾制糖的历史。糖业伫咧台湾早期的经济发展当中是占真重要的地位。云林虎尾镇就是靠种甘蔗做糖所发展起来的所在。为着方便载甘蔗，台糖伫咧嘉南边缘建设出5分车的铁路网，甲各地甘蔗运去糖厂，做出甜不不的糖，再去销去各国，互台湾成做迄当阵国际上上重要的糖业王国。一挂捌伫咧甘蔗园内底来来去去的台糖5分车，到今也是真侪人囡仔时代的记忆。司机这阵50-60个了。司机爱司爱甲兄伙，爱一班都爱2个。路头巷的吼，分2班坐啊。早时的人加2班，下晡时的人加2班。迄当阵爱送便当啦，我拢伫这个边口多遮，妈妈伊就会做便当，拜托顾问队遐我你送哦，遮来迄便当摕阮老爸安尼。对爸爸的脚步，对1945年到1988年，听控教的人生当中，有43档的时间，拢伫咧驶台糖的5分车。每当囡仔较无当啊食，点要食甘蔗。这囡仔骹手真好，拍手脚爬起嚟。即摆你知影伊咧搬甘蔗着，这火车要加速，跳落来去着上大海啊！司机嘛爱食就去，要食2个而已嘛，爽快倒啊！佮想起迄段驶5分车的日子。听控教规个人笑眯眯，就若像佮回去到永过的日子。老朋友啊，依依不舍，这较早一个回忆。小来，打，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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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今日邀请的来宾哦，会当算讲是家族4代拢伫好买的这个糖厂吼咧服务过，会当算讲吼，因兜是一个制糖的家族啦。伊当时吼嘛是这个咱台湾百年糖记的作者，咱来欢迎到咱的杨燕琪老师。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先有这个好买的糖厂，才有这个好买店，敢是有影是安尼吗？根据这个日本时代啊，1904年，迄时阵日本人对着咱这台湾啊做大量的这土地侵入的时阵，迄时阵好尾这地界是抑个拢无人口，迄家仔顶会使讲拢无厝啊，抑个一直到1906年的时阵，日本人来遮起糖厂的时阵，一间日本的会社，对着伊这个支社长，台湾的支社长，一直到普通的员工、工人，一直到这蔗农等等，伊原则上爱超2600人的这个员工。所以我伫迄年代算讲是真大的一个工厂嘛，吼。其实是即摆嘛，抑个算真大。咱安尼来算好啊，一个家
家庭若有4个人、5个人，是，吼，那2600个员工，对提供1万多人至2万人的家属的这个生活。是，所以伫迄时阵，台湾那个300万人口的时阵，1-2万人的这个城镇啊，会使讲是一个真大都市，提供一个真大一个市场。是。啊，这个糖厂内底到底有偌尼啊欢迎啊？咱甲解说一下，迄个介绍一下当时你所知影、你所了解迄个情形无？伫咱台湾日本时代，这糖厂会使拢一开始拢独立伫这城市之外，伊家己一间糖厂内底，比如讲有车站、病院、学校，吼，等这设施，啊，因这员工拢家己有宿舍有当住，会使讲足欢迎的，吼啊，所以足侪人嘛要想要望来遮讲，会使来遮趁食，所以吼，就吸足侪外人入来。安尼，所以才着规个欢迎起来。啊，甲好买糖厂嘛，真特别所在，就讲伊客糖的量，伫当时会使讲是全台湾上大间的。迄阵讲号称讲东洋第一啦，吼。吼，对日本人来讲，这间会使讲是一间最有代表性的糖厂。啊，正正需要遮侪人来做的时阵，就变做各行各业拢入来。吼，啊，糖业这样扩大，所以迄阵台湾有一句俗语，讲吼油价北港丁。蔗糖好买客，伊即句话意思是讲，咱遮油到底要卖偌济钱？喺北港遐油商啊，伊就去定，伊决定咱在台湾遮油价计上起落。啊，台湾到底糖要客偌济？糖价要安怎？哦，迄时阵好买糖厂是做大间的，所以伊会使来决定讲要客偌济糖，要卖偌济糖，卖安怎的糖。啊，大家拢外来时阵，当然。才着好食清啊，毋过就是因为遮来遮做拢是工人，做事人。啊，你知影遐个人来到遮，伊就是想要消费娱乐，所以啊，遮好买啊，伊个规个家店就是拢专家。所以日本时代讲好买小家啊，1万多人，一开始1万多人的小家啊，就7间的酒家，一条街啊7间酒家。啊，所以遮人就来遮娱乐消费。所以有一句俗语讲，好买望大只，毋过啊。要抬较无价，啥物意思？讲看起来吼，来趁袂少钱，因过你来糖厂会社领到钱了啊，你想要对遮离开，转去厝，无遐简单。嘿，来遮要食要啉要耍，啊，今要走的时阵，哇，6块啊地磅纸1500银拢无，安尼，吼，这就讲代表讲，迄时阵好买家啊欢迎啦，吼，甚至讲安那来描写讲，迄时阵遮诶这娱乐事业较发展的，哦，咱这个台湾俗语有一句话讲，水上三线路好买铁枝路卡，这句话来讲，伫嘉云地区啊，上有名2个风化区的这个俗语，好来讲，迄时阵做事人也好，工人也好，伊来遮消费娱乐的场所，啊，就证明讲这所在诶，这个欢迎的情形啊。对着迄时阵呢，阮的当年来。迄个童年来讲啊，会使讲做甘蔗是一般只要是糖厂囡仔一定拢有的经验啦吼。吼，咱农场用机械去采，所以伊拢一节一节。是。吼，啊若讲是私人种的，伊拢规支的。啊若规支来讲，你要甲，你得一定要甲测，才有法度。啊，迄时阵对阮来讲，无啥物吸收啊。咱爱怎讲？30-40当种的普通一个囡仔要食一个吸收啊，不比照咱即摆讲有7-11、3呢。所以甘蔗是一种。吸收的来源啦吼，啊，所以像阮细汉拢去即个做甘蔗，迄时国校啊才3年啊进前啊，中昼以后拢无课，啊，像中昼无课，转去厝里啊，食饭的时阵，拢趁阿嬷困中昼的时阵，想讲阿嬷若困中昼，早到3点才会起床，啊，我若想讲，我若一点遐有举菜刀，啊去炒甘蔗，哦，甲火车5分车偷炒甘蔗的时阵，摕来食哦，3点进前啊，再甲菜刀偷偷举转去坑。安尼阿嬷应该是袂发现啦，一定袂发现。那个咱囡仔就规定落去算的时阵啊，算拢算到袂记哩时间啦，拢算到差不多5点啊吼，5点外阿嬷要煮暗顿啊，嚯，这时阵找无菜刀啊，啊，这就走来找囡仔吼，啊，这就多画，啊，这去画听到咱的名，或者阮阿嬷讲应记啊，你菜刀举去对啊，哦，咱就知讲啊嗨啊，但是啊，吼，这个去菜刀举来做甘蔗，吼，啊，等于一定拢去有修理，早囡仔拢有这个经验啦。是哦。迄个糖厂较早拢迄附属的小学，吼，哎，小学迄国校内底拢爱有迄个保浙爱国测验、教育测验吼。迄就是讲，因为较早咱的甘蔗拢是爱外销，是咱的外汇存底、国防真重要一个产业，所以袂使黑白测。啊，所以咱火车后壁吼有黑色的一只叫做机关车，迄个客叉车，啊，客内底有客叉，啊，即摆吼，伊若看人个囡仔咧偷测甘蔗吼，伊就会发，甚至会掠，吼，较热的囡仔甲你掠起来。
反正掠起来就甲掠去金鼻啊遐，金鼻堆吼，金鼻啊遐，是正去就叫妹妹安尼，则佮叫家长来甲你领回去安尼。是哦，讲到这个五分车吼，其实吼有影是在北部的人较罕尼看到这个，因为迄是咧甘蔗园哦，啊咧运送这个甘蔗才有这个五分车。因为咱即马咱纵贯线火车，伊是1067公里，是，啊5分火车是672公里，是，所以老一辈人拢会讲，迄个5分火车，5分车。若是咧运送这个甘蔗吼。其实平常时嘛做过是一个交通的工具嘛。啊，你细汉的时阵坐这个车，你说感觉伊敢会足吊的吗？迄哦，真准哦！咱讲来那地动啊，咕隆安尼吼，伊较无像咱坐这个纵贯线的火车是高铁遐稳啦吼。啊，个伊的趣味就是伫遮，是，吼，伊速度较慢，啊，所以伊会听起来咕隆安尼吼，啊，所以坐咧内底摇，啊，做者囡仔，咱迄时会使讲无啥物儿童乐园啦吼，所以坐火车来讲，敢若咧坐云霄飞车安尼，感觉足趣味。啊，像阮后尾糖厂，遐佫有一条铁桥。是，所以火车过铁桥啊，对阮迄时阵囡仔来讲，会使讲是一个真心实趣味的代志。是，听讲嘛有人真侪因为安尼产生了真侪恋爱的故事。较早男女之间无可能讲我要甲你熟悉吼，啊，就足简单熟悉。啊，去等火车啦啥吼，足侪拢会去遐相拄。啊，甲学生时代，像阮后尾来讲，较早查甫囡仔甲查甫囡仔读的学校都无共款吼，有女中甲初中。啊，因要安怎熟悉？当然就敢若靠这个通勤吼，坐火车的时阵，才有互相通好熟悉安尼。哦，所以讲有影咧吼，这糖吼本身就食起来真甜蜜对无？啊，迄个爱情的故事啦，吼，迄个恋爱故事其实嘛是安尼甜甜的迄个感觉。明明恁就是咧遐落真侪甘蔗园，都真侪甘蔗，啊，像那糖对于咱一般人来讲吼，遮难得去摕到吼。这吼，甲咱台湾的历史甲政治的背景有关系啦。哦，较早你譬如讲像荷兰时代，还是讲日本时代，伊是来殖民的。所以伊制糖了，伊唔是要互你在地人食，伊是要搬倒转去的。哦，啊，咱战后国，迄个会使讲讲后后啦吼，啊，这个国民政府迄时阵会使讲需要这个外汇存底，是，吼，国家需要钱，就是国防的产业，所以有关这个糖，伊大部分拢是外销，吼，卖去予外国，要来做国家这个经济基础。咱会使讲台湾的外汇存底，迄时阵上济时阵78%是对制糖来。哦，所以会使讲，对咱台湾经济基质的基础啊，吼，所以伊只糖一定是拢外销，伊无可能讲咧台湾来的，所以颠倒是制糖的人食袂到真正的糖。有影，咱吼前阵啊吼，会当算讲是拢就注意这个酒精这个物件吼，啊，我嘛是讲食白目，就是一直想讲啊，这酒精这个物件应该是做酒的人去做的嘛吼，到落尾才知影讲，原来吼糖厂内底产生酒精的这个比例吼，算讲是真悬，甚至讲伊是大宗的这个制作的所在吼。其实迄时阵日本时代台湾上大间的酒精工厂，就是伫虎尾。是哦，嘿，就是虎尾糖厂的酒精工厂。真经这糖厂所生产的酒精，真经占台湾的总产量超过7成至8成。7成到8成，是这样啊多，而且伫这个战争中，捌曾经来做这个代替这个汽油。做这个燃料，是哦，互飞机啊啥咧飞，啊，车咧走安尼。每一年制糖，拢搭对冬天甲春天尔。啊，热天人规间糖厂拢无咧制糖，安尼要安那？吼，大家增加这个副产业。啊，伫咱台湾来讲，迄糖啊，咧制糖毋是讲像咱讲啊做一个铜鼎来做，毋是伊是一个锅炉遐大。是，所以伊即马煮出来的糖发酵的过程当中要冷却。所以是全台湾上早期有这个冷却设备，这个工厂，啊有这个冷却设备甲人员技术，佮加上这个酵母，啊来去结合，啊就来去做冰，吼，啊做出来冰就叫做酵母冰，啊个糖厂袂去号这个名，伊就甲改一个名，就是咱常常食到健素冰。其实在咱台湾吼，每一个阶段的历史中间吼，拢扮演了真重要的角色。所以讲吼，要讲这个话题吼，是咧讲袂完啦。哈，当然时间的关系，咱吼下一段，咱来看讲咱台湾的这个制糖的产业究竟是安怎去开始哦，啊，佮去安怎去影响每一个时代。报道高阿丁，内容足丰富，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知愈多，捌愈深，对咱台湾就会。
咱后来从这个荷兰人甲赶走嘛吼，过来就是这个电视的这个王朝吼，算讲这个期间吼，占了安平啊，这个所在吼，这个沙糖。对这个电视的这个政权来讲啦吼，这一定是跟政治有关系嘛，因为你来掌握掉这个民生的物资吼，一定对这个政治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啦吼。电信讲也好，也是因囝电经，这个时代就是甲荷兰佫无共款啦吼，因为伊有这个反清复明的需要，因为无讲真正有这个经济上的真正需要，所以伊就改变变做是国防的需要。伊有两部分，第一来讲，伊利用这个糖来外销的时阵，伊去建立这个外交，比如讲伊甲英国来建立外交，因为是海权顶头，伊需要有这政权，这就是一个外交的政策。甲因为反清复明的需要，所以伊会利用卖糖的过程当中去换，比如换这个铁啊，换这个糖，换这个盐，换这个火药，要来做武器。做船啊，因为要反清复明，所以规个明帝时代，伊最主要就是为着这个反清复明的需要去来生产糖。荷兰时阵看起来敢若占领足细，因为咱也知讲，迄时阵呢有法度食糖的人并无讲足济，糖佫足贵的，所以其实看起来产量讲无讲，看起来讲，以即摆来看，敢若无讲真大，因为对迄时阵来讲，伊的经济利润是足悬的。是，所以讲，伫迄时阵，就是讲荷兰也好，电信讲的时代也好，因拢对这拢足重视的。会使讲迄时阵就算第一个黄金的时代啊。是。相当到尾啊，说18世纪尾啊，变做无去，就是讲由清朝来啊。对着清朝来讲，伊无需要这。因为讲荷兰也好，电信讲也好，因唔若讲地遮细，因个海权。是。个清朝唔是，伊是一个大陆的政权，伊对这伊都无需要。对这无需要了，伊个发现一件代志。清朝统治台湾时，台湾来讲3年一小反，5年一大乱。是啊。对因来讲，哇，台湾真歹统治，嘿。这乱的人，这个乱的，你要家己拢走去比咧对，比咧甘蔗，你要敲无啊？所以啊，清朝较贵气的。既然经济无需要，安怎禁止种甘蔗？啥喏咧？卖种，你这人米无落啊？是。你怎种我甲你发？怎甲你掠？安尼，所以颠倒伫清朝时阵，咱台湾这个黄金的产业真金捌没落一丛去。是安尼。到国民政府来以后，规个这个生态，比如讲这个生态啊，经营的生态，是不是又搁复兴起来呢？会当安尼讲？英法联军打败清朝，迄时阵英法的联军伫这个条约内底要求台湾爱开港，比如讲就淡水、鹿港平安平啦这港爱开港，开港了西方的这个洋行入来时阵，伊就知影这有利润，西方人知影嘛，伊就甲开始重新搁来发展这个糖业，而且即届发展有一个足无共款的所在，就讲咱知讲西方已经工业革命过啊，伊已经知影讲用这人力，还是讲用牛这动物的这生产方法。无法度大量生产啊，甲第二品质嘛无够遐好啊，因才知影讲爱用机器，所以伫这个1860年了后，开始就改良式的这个机器入来，就是讲更较近代这个生产技术，对遐开始了，那量开始增加，品质嘛佫加较好。这段时间就用大量生产外销去日本，引起着日本的注意，这嘛是落尾日本人来占领台湾的时阵，因真紧就决定要伫咱台湾来甲糖业当作是伊一统治日本时代这过程当中的一个主要一个产业的原因。做事的人拢咧讲吼，第一讲吼种甘蔗吼，这个回社来帮啦吼。咱台湾人吼拢，伊比日本时代咧统治的时候，为了这个物资吼，日本人对咱嘛拢会当算讲较无客气啦吼，拢甲咱剥削吼，咱安尼讲。迄个时阵台湾人受到这个剥削的这个情形吼，互人剥削，敢有起来反抗，为了这个糖。咱必须安尼讲，对着这外来政权，伊就是殖民地，当然伊就是要来甲你剥削，因为伊要爱伊的利益嘛，所以当然伊才就想尽办法甲你压价统治你。我安尼讲，这个一个俗语，互你听到，这叫做讲，这个日本精糖。台湾粗糖，这个观念就讲，伫国际上敢会使卖精糖，就咱讲的特砂糖啦。因为原料糖袂使伫国际上卖。伊日本人知这个以外，以后了，伊就用这种方法来统治。讲你台湾人来生产安尼，一个真正糖，做好原料爱摕回去日本。第二咧，伊就讲，惊你这蔗农。甘蔗种成了后，你家己生产，还是你摕去黑白卖？伊所有一个制度叫做原料区制度。这原料区来讲，每一间糖厂伊拢有家己一个原料区。这原料区的范围内底，所有蔗农种的甘蔗拢敢使交去迄个糖厂
去烹甘蔗。好，安尼这个汤厂伊就会使控制这个蔗农啊。啊，我即摆要生产原料，佮交等于日本去做精糖，成本是毋是会增加？是，所以咱想尽办法，甲你台湾蔗农生产甘蔗这个利益甲压甲足低。压甲偌低呢？伫这个1920年代甲30年代时候，咱知讲世界这经济危机，台湾世界经济并无好，这汤厂无法度生存啊。安尼要安怎？我想办法，佫较低。是，佫较低时候，我就甲这新闻甲，互你等于会使讲根本咧种甘蔗，互去烹甘蔗来去制糖，根本都袂好啦。是，好，因个我种了后，我佫袂使无交互你。我这时阵想尽办法，两个兵所怎变做对抗。日本当然伊就利用公款力来嘛，警察大人就来啊。即摆来就引起冲突，所以咱台湾最有名一个事件就叫做二林事件，就是安尼来爆发的。所以迄时有一句俗语讲，要种甘蔗单啊，讲要爱糖就火车载，要爱钱就大人来。什么意思？我种甘蔗，你日本人要爱糖，你就用火车来甲我载。是。即摆我想要爱钱，你就叫大人来甲我管。这就是剥削，这就是地位。世间戆人就是你种甘蔗，互迄个会社来去帮啦。你讲交去会社帮嘛？会社伊讲安怎就安怎，咱就一定要交伊去帮所以讲咱就忙啊种，到尾要趁无钱，佫叫人剥皮安尼，算讲你剥削呢，真辛苦。所以迄时阵啊，迄时阵就一句俗语讲，大家啊，感觉迄帮啊足奇怪。我哪会交遮济甘蔗去帮，那帮出来？重量才少，钱才少啦，就只叫公正的人去做主持，什么人就公正，就咱即摆里长，日本时代里长叫保正，就叫保正去，三个保正就唔相信讲会社的遮老实嘛，讲安尼我咧帮我要甲你徛起你看嘛，结果真正叫三个保正徛起了，三个人徛起称落才80斤尔，所以有一个俗语讲三个保正80斤，就是咱国语讲的偷斤减两，然后偷斤减两，结果用安尼要来剥削咱的这做事人的。三个人80斤，有影是真瘦呢。即摆的人拢咧求瘦，就是你做生意的时阵，咱戆咧种，咱袂互人去遐剥皮啦，去人剥削呢吼。其实糖这个物件毋那是讲是生活用品啊，对咱台湾来讲实在咱糖的历史嘛是实在咱这个都市顶悬是真重要啊。可比讲饮食文化啦、经济产业啊，究竟是行过什么款的路才会当发今仔日的模式啊、模样其实糖伫每一个年代意义拢无共款，唯一不变的就是咱食伫嘴内这个甜甜的滋味有影是永远互人感觉讲真欢喜，嘛真互人感觉到心情真爽快。唔通袂记咱去爱台湾，咱来去了解咱台湾的历史，咱了解咱台湾的地界，咱了解咱台湾的地缘的种种，咱就会当更加真亲对这片土地有更加亲密的爱甲关心。报道歌顶用俗语参故事甲乡亲来博感情，唔通袂记咧后礼拜，请继续收看咱报道歌顶。老师，咱来讲到这这糖有影是，咱我住台北，我拢看到迄糖仔角，拢